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仿收看福起来嘅阿明谷刘浩明。观众朋友有听过马讲到客家离神冇？其实睇过多我哋嘅宗庙嘅祭祀啦，无论係清典文化地方，如果有离神也嘅角色，其实伊最主要都係協助我哋嘅歌唱可以順勢圓滿。你今日有想到係啲貴難啲人強啊，啲客家離神，真北人嚟到現場，有同人分享講，伊當初做嘛我學我哋客家離神，同時我哋客家嘅產品裡有內容係乜嘅？我哋馬上歡迎來賓，我哋來自新北嘅北人嚟到現場，北人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新北嘅陳北人。北人今日幾方人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我想我節目開始係咪請唔同人說明下，離神到底係一定樣嘅角色？離神吼，一般來講，如誒神明聖誕啊吼，啊敬天宮吼，啊祭百宮吼，啊行年嘅拜神殿吼，也各種嘅角色，如果推亮也到民眾信徒吼，啊來完成伊個儀式啦吼，啊也內容如包括到嗰個唱神啊吼，啊寫書文啊吼，啊讀書文吼，啊到行上嘅獻酒吼，啊到讀書文化財寶，也到一出我來完成。啊，也有個工作，會係由離神來控制，吼來推亮民眾來完成嘅伊個離神嘅工作。從即家都學離神，差唔多對哪叫開始學？應該講學嘅叫啊。最開始學差唔多到1萬，還有13年嘅時間。有13年，唔見喺度寫啊？我40歲。咁你我哋用40歲減13年，但係你差唔多27歲嘅時間都開始學。係，你我一下做學生。畢業冇一久，如果開始有接觸嘅，啊，咪萬歲主題太沒有聽數啦，啊，對嗰度東西吼有個了解啦，啊，因為我哋三千，我哋太沒有狀況嘅太沒有3千九嘛吼，啊，咪擺鬧熱迄個，啊，工業如果指點嘅，啊，但是指點嘅話，如啊，到美言啊，吼，啊，離神吼睇做，啊，是講曉上嘅青年講一下講，到底是喺做乜嘅東西咯，啊，如果想去了解啦。啊，然後講哦，也問你哦，你喺行裡讀書哦，啊，你想講你可以進而來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你喺行上是做乜意義啊？我就講佢貼片啦嗬，因為人家高中生嗰時候看漫畫啦，嗬，去打電動啦，嗬，27歲我想講我愛去外面工作啦，嗬，但是你開始對一種算是文化經營嘅事情，其實係個有興趣。我私人冇嘢嘅問題，因為你這個有興趣嘅點係乜嘢？主要是想要來探討啦，講一個指點到底是用嚟來進行，啊，加上以前嘅老先生，以前我教寫詩嘅先生啊，伊都鼓勵我講，唔可以來學看新年，因為先生嘅年紀也有嘅啦，啊，伊下都要80歲，啊，都想講。啊，無論前咧曉生意，啊，即係講狀況其他人有興趣嘅，啊，我哋來做來幾個人來學，啊，學看有學方嘅來冇如果你慢慢就接受啊，真是嘛愛學啦，嗬，同時學嘅地方，你從頭都講呀，有多人留下來。都搶傳到藝咧，真是啦，可能萬歲時嗰種人學嗰種其實嗰種人教，但是真是留下來冇多呀。目前一下第一批學嘅人從到藝，真是有學到，啊，真是有落去做離神，真是有堅持下伊嘅，真是都有做，有聽到老先生安尼行過來嘅，都從到藝嘅。算是基本儀式嘛，嗬，嘛靈異儀式地位其實佢重要嘅靈魂人物啦，我哋冇講靈魂人物，因為一路等於把所有嘅行長路真是要掌握得很好，也俾儀式到底有完整冇，有圓滿冇，有順序冇，真係會看離神嘅一個推量啦，嗬。但是這個頭先我哋有講啊，客家離神同一般嘅離神差喺哪？客家離神嗬，因為來講，要用客家來讀出來，要用客家來讀，一般咧可能都用念嘅啦，我哋客家嘅行禮嗬，我用唱嘅，用唱歌嘅方式來進行。要提升嘅一種唱法。如果要換做童唱，要咧做童唱，啊童唱，如果唱
主持人讲的像司仪那样的，啊，你有送个银葱，啊，推凉去做祭拜方式的时阵，你会来用银葱的方式，啊，感觉佫无同样去用其他片啊，咁你即家的学习的过程里边，譬如讲一开始10多年前一开始在接触的时间，你系对那边开始入手的呀？天咧外路有欣赏，伊个罗先生，当时咧推凉的罗先生来教，啊，拄伫上课开始，啊，先生要教用读一个诗，因为有个客家诗，啊读出来印，佫无强用，啊，拄伫上课每日可能你一礼拜上3、4日，啊，你上课上的，啊，你先生要教用伊读一个印，啊，用伊教用伊写书文，啊，用伊唱诗。啊，伊要吞伊书方的伊个资料有无？先写本来抄，要抄好起来。啊，所以每个人有咧即个秘籍啊，像唱诗的文啊，金田公的文啊，啊啥金筒、东筒、西筒的文，啊，总要写好起来，啊。可是伊没有一个教科书，无路讲啊，每方都不能有一个公办，然后所有爱学历史的人。那就你有个教科书唔咩？唔你先生嘅记忆，啊要写好起来，啊，啥以前爸爸阿公传落来嘅，啊伊留定书，在书方啊要拿出来，但是你自家要抄你自家嘅部分，我自家部分我要抄好起来，啊下摆我都用于读安尼，啊咪青岛版本啦，青岛版本，啊但是伊面人用抄的，如果抄出几多版本？青岛版本，啊但是你。实际上都大同小异啦，啊，只是讲，只是大同小异来讲，啊，唔用有即家做先生，我有即家一套啊，莫讲啊，人来讲啊，用伊，啊一片唔错啦，一片就唔错啦，啊，我都会提供，俺哋以前老先生传统来路安尼，啊，俺哋也都俺哋即家南烟种伊个特色文化，唔要从别种，从大铁种咩有啊，大铁种咩客家种，啊，因诶咩有先生，啊，因诶资料同个资料看起来都有小可的差异啊。冇错，嗰时候也都变成的南洋，俺哋讲南丰村啊，哈，南洋的一个特有的一种算是礼神的一个文化。好，其实每一个状态有自家的路线上，搞个传下来的东西真正都冇共用。我相信也其实都系冇共用的礼神的一种文化，一种最特别的地方。唔系讲像啊，但系一定要搞啊，全部嘢都要听到嚟共用哦。其实冇，好每一个状态，每一个甚至讲每一个庙方自家的都有自家文化的。咁自家一开始的时候，唔记得是讲是念书文嘅部分。咁你本嚟一开始时间，后面开始做一个助手。好去摄取咯，譬如讲，研究的有的人是谈，那有的人根本谈唔是理神的讲法个呀，因为像有时间啊，人看到我哋讲理神的隔壁，咁啊有一个翻译啊，因为理神讲的话可能有一些天文，结果佢大下研究的人谈唔是，我都讲根本谈唔是合法哈。可是我有的人讲研究，你等于讲要把一份拍花文。可是你嗰時就有做過你類似小助理的角色？有，我一下開始接觸較多，你睇隔壁天數嘅，啊，我都啲拜天公作開始，拜天公作開始，因為天公作你拜，我容易拜，啊上街下街，啊啥用嘅紙片，啊準備埋嘅，金木水火土啦，嘅唔同嘅紙片啊，電草啦，甘蔗一條，啊因為咩方人看來仲唔會拜啊，哦，嗰時等於講。呢部分係理神嘅工作喎。係理神嘅工作，因為拜訪以來若唔錯嘅話，我哋要去糾正。因為伊嘅順序，順序由做以前嘅古禮來拜，如像天公作啦，啊拜上街要實在嘅，下街要實份嘅，啊上街金木水火土，如我準備埋嘅，金都金錢啦，啊木都木耳，啊火都香菇，水都冬粉，啊土都薑，都代表五行，啊都財財事，書壽過半，安尼但湯唔是啦，伊個湯唔是啦，書都實在嘅東西，壽有味道的東西，啊果都水果糖果，啊飯都紅飯呢啦，鹽飯呢啦，都安尼擺落來，啊因為工作人員唔知啊，啊所以講，
也一部分都有因为都太阳白的兴趣了，但是我最尾的确认，如果由医生来确认安尼。买东西一定买，嘿，好，但是摆东西摆的仓门都要检查。嘿嘿。哦，嗰种医生唔单止其实喺做喺个仪式地步嘅一个算是司仪，其实也要最前头开始布置嗰个东西，医生都开始去参加。嗰种等于讲，唔那好个东西其实几多呢？嗰度要慢慢的累积啦，因为唔係講，因為指定來講，一年啊1-2擺啊，所以講1-2擺啊，我多用多時，哇，有見唔得咧。嘿，冇錯啊，冇錯。所以講，下擺要講人民書記啊方片吼，安尼攏有協商嘅方式，伊人民也是唔是協商嘅啦，因為也攏做指定嘅，所以我去下擺做無擺哦，吼，下擺攏等下去講，萬人來啊，幫人來啊，吼，來擺啊，冇錯啦，安尼嗰時候，我都是一擺嘅嘛，假擺啊，其實都是擺唔錯嘅，唔強用。你像電草有溫風電草啦，因為人民個簡化吼，都用3個電草，嘛個 set，擺那片，擺2片，擺5片，一個仲有講究啦，嗰時候等於講，伊啲醫生咧，伊啲養生地步就像頭講嘅17年前，真是按你談方來，其實也要複雜圖啦，講也要內容圖來講嘅話，真是冇一啲10年，大概睇個冇辦法去真實。我講，即個係一啲儀器，主持一啲完整嘅一啲算是基點，但是講係白天工啦，網絡真正嘅祭祀文化，有時就安尼一下做唔錯，有啲位老人家可能看到你講，安尼都唔錯嘅。嗰度好老人家來講，你唔要安尼擺啦，你講清清楚楚安尼，我講唔是會。我相片，我講我相片，相片我要落來，我認可來觀看，我講好安尼好安尼，嗰個醫生唔單止算是我哋嘅祭典文化地位，佢重要嘅人物，同時嘛係傳承我哋祭典文化地位伊嘅靈魂人物。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哋嚟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就冇來自我哋新畢業正北研團嘅分享講，馬間到客家理生，同時也培育嘅國策。我就想問一下北研團，因為頭先有講到講，我哋今天講嘛，但是其實我哋今日幾度會看到會有一些鄉鎮地方會用下啲客家嘅三鄉里吼，希望同我哋廣東朋友睇講一下馬間到三鄉里啊。三鄉里講嘅話吼，如係分做厝鄉，厝鄉，亞鄉里，亞鄉，啊，如三鄉里，啊，如很多客家嘅三鄉里。佢講有300鄉，我講鄉酒鄉歌坊，係300意思係咪？如分300，啊，如對開始如唱神嘛，吼，啊參神，吼，啊，過來如組織可以管社，管社意思就講，我進神明之前，我打扮，愛寫書寫嘢，如伊個象徵，如係，其實如果行到前面去寫書，如講管社啦，管社，吼，啊管社過來如參神，參神曲供，啊如開安尼，吼，啊如前面個步驟啦，如安尼如講，參神係用創嘅，創一堂冇人堂，創一下啦，如安尼，主祭神吼，主祭以手尾吼，啊如講神吼，啊如講社古來如講神，吼啊講神如講分做講天神、講地神，吼啊講神嘅是如以向安前開，吼啊如主祭神如開，吼安尼口書在口書三口書，他有如安尼嘅進行，所以我講客家。個特別嘅體驗，三鄉里嗰種創嘅方式來呈現安尼。因為其實應該講我哋萬世都睇客家狀態啦，嗰種我哋萬世唔單止個，譬如講我哋下前面都有一啲媽祖廟，算是我哋嘅太廟，然後隔壁又有一啲算是我哋嘅崇禮祠，我哋明年如果有一啲建崇禮祠嘅一啲發通。嗰對我來講，唔單止講喺三鄉里來講嘅話，甚至離城嘅發通，其實我喺常常會看得到。然後
我哋發現，後來我哋發現到講，其實唔係每一啲廟如果有按用葱嘅一啲儀式嚟嗬，係咩樣嚟啊？係因為人民現代社會吼，他咁冇咁麻煩啦。你像建天宮，按下你天宮廟都好嘅啊，天宮廟創啊都好啊，你唔是喺屋卡拜油嘅，無下早講太咩油噴乜嘅啊。但是按嘅狀況延續落來，哦，你會聽我期盼建天宮，哦結合種拜神殿啊，因為初八暗晡頭如建天宮，初九朝神頭如嚟祭白宮拜神殿，所以講也延續落來，一定愛嚟保留下傳統啦。冇錯，係因為我哋喺度嘛嗰度朋友都講，意思個喺啲客種，而哋咧廟方路話冇多要拜天公，因為像我哋那個都前一年啱唔係攞拜準備祭壇啦嗬，攞拜天公嘛，嗰時有啲都講，奇怪，人都有安尼講，我講拜天公唔係正常啊，佢講冇一件都冇安尼。其實有拜天公冇唔錯，但是有嘅都冇禮神來帶，你睇下美人，你創啊都好嘅，你冇唱，你唱我哋狀況要唱線上，嚟念唱線，唱三拜，基礎一個好啦，你念嘢唱線嘅文，推亮也信徒，下曬狀況人嚟完成嚟祭拜啊你。等於如果真是一啲完整的古禮，應該係啱的啦。但是因為人家講時代進步誒，吼，睇緊人哋流傳過多呢。其實我感覺到唔係講流傳過多，係人才冇誒。以前可能話有老禮神，冇人隻，吼禮神老禮神過身呢，都冇誒。個講出都真係對啲司儀來講睇緊人吼創業喎，睇緊人吼都傳安尼啦。從念書文，有當然以前嘛有吼，嘛有寫書文、念書文，人家都創業有好時間到，好創業的好，然後都等，然後創業有睇緊人好書誒，都頓下嚟等於講，其實以前呢嗰度嘅文化傳統冇人講，結果都真正都變成。都少曬的，然後同時都同講，哎呀，那簡化了，都簡化。其實簡化意思就是等於講，一中間那些東西都冇人傳承。當初唔知家去傳承的時間，差唔多有多少年去學嘢事情？一下差唔多有6個人。有6個人。年紀同差唔多。一下我最細，我23歲，東方嘅差唔多都差唔多40歲至50歲咁，一下我都係最後生啦。佢幾時嘅先生差唔多多歲啊？而家先生差唔多要將近要75歲76嘅，係。嗰陣可能13年過去嘅，個親家哦，嗰時幾時70歲嘅先生，今年嘛80歲。以前嘅老禮神仲冇，係啦，嗰種唔成過身時全部仲冇嘅。係啊，嗰種其實都一種一啲事情來講，嗰種冇人傳承嘅話，留下來都個簡化了啦。好，就是因為冇人學，冇人傳，嗰時都簡化了，因為已經冇人摸嘅。但是有啲問題就講，三鄉里邊有乜個禁忌？禁忌一般來講是冇啦，一般是冇，如果講本身唔想去學嘅人，你品德愛好，品德愛好啦。那有法度帶定入到信徒，狀況人來嘢，品德唔好嘅話，冇法度來帶啊。他家唔會幸福啊。所以啲嘢講品德愛好啦，冇乜禁忌啦。他家上去來學，上去來參拜仲可以啊。我相信品德一定好，因為其實這個。禮神一部分嘛，係為神明做事情，等於講神明的代言人啦，等於講讓佢規個祭典文化地位，算是最重要嘅人物。嗰種品德唔會應該講，呢種人哦，唔係收我錢。係啊，都話你啊，你想做就是本身做唔好，如果唔想去帶入到年來做祭典，嘛過唔過去啦？我過快些啦，但是無咁樣嘅狀態對三鄉里會有差別冇？差別咯，即係應該是上個真係講嗰度講大同小異啦。大同小異。客家嗰度講，我哋用創嘅方式，可能好多人用念嘅。用念嘅。我哋用創嘅方式，米咧將用客家突然，將人哋講講信，講信乜嘅人都講信咯。我哋客人講信嘅意思講都出米去講神，如果出米創天神，講天神、講天神，
如有安尼的意思啦，如米的生命如来讲家啦，然后咯讲到对我这个技术啦，因为有时候你看规个仪式里边吼，我都发现到讲其实也份仪式算是个人性化，因为也份一块是如果抢米的神啊。佢米应该的如果来精神咩？精神的话神明一天要来咩？可是米的神明如果顺他个人讲，马个神天神都会有，天神都会有，马个神讲神系咧，那真是可以去基本个人的算是三片里，或者讲帮个人的建议，真是传达给个人的神明。咁三片里系咧系送神嘛？哎呀，送神啊！送神嘛用冲的咧？唔是送神都怎样讲？要献财宝，送神前要献，因为今天讲的送神比行里的送神无共样。你好讲咯？如今天讲的送神，如会讲公元时多的啊，如果是天神爷讲公元时多的啊，来集功夫，来集功夫，去集留言，如保佑状况太岁，保佑太岁平安，安尼，唔定见个金田神啊，我哋讲拜天公啊，迄马个时开始啊？我哋人烟喺初八的暗晡头，暗晡头几点？差不多10点。10点开始。古早以前都11点。11点都子时开始啊。因为一晚老人家冇等暗嘛，都提早到10点。10点，但是我结束一定要超过11点。至少如果有欠到嘅知识，按你都说得到，因为。从来从来女仆的话，伊真是把它看死神，因为有一班爸爸说入住3点，11点摆一摆哦，系咧系，我等到3点，能结束。可是我因为我记得，因为我爸爸。如佢我爸爸年纪嘛大啊，挨一推，嗰时我记得竟然係3點，係啊，因為真是如有像我哋算是傳統文化地方嘛，真是會聽到時代進步，還有講人口嘅老化啦，人口老化啦，如老人家都冇所謂冇等下啱嘅吼，過開始嘅哦，阿伯就講啊，我冇如過嚟10點開始啊，也個進行咩差不多1點鐘，至1點半鐘嘅時間，所以結束嘛差不多要12點。就等於講，真是還是有跨到知識跨到知識。其實其他睇安尼人推地方，真係還是冇簡單的啦。真正還是可以準數古禮嘅一啲方法，只是講做一些些的微調。係啊。可是看到一片觀眾朋友，我發現到冇聽到時代嘅改變吼，更加我哋嘅傳統嘅儀式文化，還是有一些些的改變。休息下喎，我哋下一檔節目為嗰度國際台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檔節目來自我哋屏東新北嘅鄭伯賢來到我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乜嘅運動啊，同客家嘅產險嚟。其實吼，睇我哋嘅新北吼，有一啲幾特別嘅一啲祭祀文化，叫做看運。看運地步，其實我差唔多喺新北啦、嘉東嗰邊能可以看得到。我等馬上問一下伯賢，乜叫做看運？看運吼，就字面上嘅意思，吼，看運。看一個運係乜嘅意思？哪嚟看嘅運？哪嚟看嘅運？哪嚟看也有乜嘅意思？有很多看運有很多裝運，或者五運，仲係看運嘅代名詞啊！咁因為看運而當初有乜嘅典故嘛？係樣嘅傳過來咯。看運來講，如果供養係禮神來做，禮神做？如羅先生以前有咧羅先生做看運，但是因為喺上一下。仲有ทั้ง多人講看運，但是仲冇做出來，有因緣客家文化來記錄，先生那度做出來也看運，所以講慢慢的那有看到一個東西啊。等於如果可能中間有一段時間都冇人做嘅，錯。然後後來呢，慢慢的因為有這個有學開始學以後，更加喺新北都開始有看運，但是一般來講嘅話。我先同我哋觀眾朋友問一下，看運地步到底係邊物嘅？要用竹葉內窗，
主要你创嘿，主有戏，主戏，哎俺哋人烟无主戏，哎，俺哋用主线、主戏、主干，主管、啊主戏干，主戏馆，主摇椅，嗯，啊主赌，也五方来做看门。来做看嘛。咁问题係講，做乜嚟看望？因為講所有嘅東西係按嚟出只擺上150萬嘛，還是樣嘅咯？因為做之前愛囤主要嘅天啊，因為有啲東西因為平常時冇，按我提講，按買個時節愛哦，吼，因為像戲館一個東西，因為平常時是冇嘅啦，平常冇嘅，按我都去先提講，按那時節愛，按我同佢留落嚟，那有法度嚟做嘢5萬，啊做之前我要先10個。哦，一成10個係熟嘅，班上熟，哦班上熟，班上熟，啊濕起嚟，啊再嚟做5萬啊你。咁因為觀眾朋友可能唔還是唔係講，剛係班上熟嘅嗰度野味啦、主線啦、主管啦，很容易去用啊，喺一籌碼還是講很容易去丟出嘅5萬。因為因為講頭擺個冇乜嘅娛樂啊，啊可能也都講，都講嚟指點一下，啊嚟做咧個有做造型嘅東西，啊大家嚟個生意嘅東西，大家嚟看，啊同時有根據交換人性嘅意義啦，因為5萬各有各嘅含義啊。好，譬如講，啊像姜太公，都主戲館做嘅，啊姜太公俺他家己都願者上钩，不願者回頭嘛，啊特別講凡事都不強求，主賭如嚟做土位，主賭做土嘅，要拍攝啦哈，主線都做望利，哦，主線做望現鬼槍，主管都做傘，所以啲傘，傘形，主搖椅主要嚟做攞厝嘅，因為做埋做攞厝邊土位，如果講我哋學習土位嘅善良。攞厝嘅精明，頭擺農業社會嘛，攞厝嘅有望利可惜，唔會是農作物，土位有善當好好病，都唔會危害人間，所以講以農業社會嚟講係有個含義啊。咱嚟講法等於你講，愛本地你可能愛見。主線，我見主管，我見主業嘅，但是按你擺上去感覺到鬼無聊，鬼唔神奇啦，吼，嗰個像頭講嘅呀，你把主管咧擺黃毛，你變散，好，然後主業位你把它變成攞厝誒，然後主線變黃利，然後主肚你變土誒，好，然後主戲館加主戲啦，好，戲加戲嘅戲館啦，都變成啦，等於姜太公釣魚。咁其實就即個愛做嘅部分係蠻咯，譬如講，我哋講主業會變成攞厝嘅時間，唔能加工，唔能做乜嘅加工啊？其實嚟講，5萬唔係真實嘅製品。哦，唔係真實嘅製品。唔係真實嘅製品，因為它不是正式嘅製品。所以講，伊擺出來是要本人看嘅。哦，因為其實都想講。因為像安尼，講混的東西啦，混的東西，我都想講，咁而家拿嚟，絕對唔可能擺天公嘅，絕對唔可能嚟上妝，因為上妝全部係雜嘅嘛。咁我想喺下作嘅下，因為有時我睇家棟喺看到喺擺神殿嘅時節，看到擺啲塑嘅行，嗰數而唔係製品，而唔係真實嘅製品，所以我哋講，我哋人煙狀都擺下嘅最外片，家棟嚟講都擺中人工嘅條線。所以唔係都專門本人看呢，但是如果我來欣賞來技術，有乜嘅意思，按人來看呢，原來也含義按錢啊，嗰時人哋都看完，係而咩真實嘅製品，而咩應該嚟講製品嚟講嘅話，係本身呢，係本神明呢，嗰時你即個冇睇嘅指指點點，甚至冇去同意，因為係本神明呢。但是係看話喺本他嘅嘢嚟看了用嘅，嗰時我安尼係啲嘢啦，而唔係講人哋本地都愛見田，愛見神明嘅，嗰時只是講把它裝飾得比較好看，唔係，唔係真實嘅製品，而都真係看了嘅，本人同兼具高花人性啦，高花人性啦。但係如果你哋做出來嘅東西，如果你有啲故事可以講本身人堂啦，嗰時問題係講。從我哋看完，我哋見係以後點樣處理咯？從頭擺嚟講，因為我做看完嘅話，我是用鹹菜，鹹菜嚟做填充物啊。所以講，你從
对批码嘅最好炒鹹菜，以前嘅人唔會弄hết啦，煮都鹹菜啊，我哋 OK， 所以講上到，做埋塞喺板上熟，如果唔會壞嘅，唔會壞，鹹菜食落去，如唔會，個唔會花，像鹹菜都有花銷嘛，花銷好好東西，而且又鹹又鹹，因為做可能唔多做出來，多數差唔多嘅降壓嘛，就營養嘅時間，所以講也。我保存咧較個好，所以講你要鹹菜嚟做。哦，係。咁問題係從日安尼見迄個，迄全部拿過意思，還是講我發本他個意思？冇，我即個要數紅嘅嚟，可以用嘅，我都即係真是攞嚟炒嚟食。佢煮都絕對可以啦。煮都啦，煮成啦，一做都唔會嘢都。都唔會發係。咁樣嚟做起乾攞嚟嘅煮湯。哦，原來烤肉係其實係算是本人看，真係本人看料，然後本人睇個幾點裡邊有啲話題，就聲音嚟講。佢啲片呢，因為一般來講話，譬如講像我哋睇呢部嘅，其實我都真係冇看過看肉嘢文化。咁你即個咯，你即個飲食裡邊除咗家當性別，要揾睇其他地方有看到看肉。人民台灣來講，從當年嘅性別變家當有嘅，前4-5年前，將傳到家當有嘅，人已經識出嘅，做馬也會做，因為又仲係講咧，好幾年前有嚟記錄嘛，又落嚟治療，但是身上過身嘅，我都憑印象來做，當時如果講當時用唔錯嘅，後來有咧蘭英老師來同我指導，講幫人也嘅嗰種用唔錯嘅呢，可能我有資料本看，講我有去看線上用嚟做過，同講一下，嚟做過好冇？講好當然是最冇傳統嘅東西，做俾正確嚟啊，所以講經過差唔多是3-4年前，那恢復回來，其實有一段已經失傳嚟啊，冇嘢嘅東西嘅。其實我談好其實感覺到講，算是一個好嘅故事啦，因為等於講已經談迄個事情，嗰種無人機會發現真係都無人記得咧，甚至可能無人記得講南方性別有曾經嘛有看過，應該嚟講可能以前睇性別家當，幾多客家莊都有。但是後來一個客家莊路因為無人傳，都冇嘅。都冇。哦，但是曾經你這個，你看南洋嘛，有一段時間冇嘅。冇嘅，然後真的都對欣賞重新講，以這個龍樹看到人係樣做，然後對現在樣片地方，慢慢的營養過來。等於講對唔愧是性別南洋你幾點文化地方，看冇有過來嘅。看冇有過來，我有比富裕。先推含義啊！你我講咯，因為我將去學校嚟教，有傳統嘅含義。因為人民現代社會豐衣足食啊，我有是啲做人做事嘅方面來下定義。用個定義啊，用個定義。像我都啲嘢，像我講做人要挺直腰桿。都主要嘅嘛，主要嘅，做人要挺直腰桿，做人真正做事要同心協力，都主心嘛，管都同甘共苦，同時要有度量，主度嘛，做人要有度量，最後都用一氣呵成，也都賦予現代的含義，重新給它下定義。冇錯，以前係用故事，用農業社會嘅角度，冇錯，農業社會用心嘛，民以食為天嘛，人民社會要做人做事嘛，我哋賦予現代含義，對於嚟講比較符合現代的思維。冇錯，而且同時會有一啲時代嘅意義啦，因為等於講，其實對其他嚟講嘅話，人家講阿媽土嘅啦、攞厝嘅啦，其實對人家都變有啲寵物嘅啊，但是。更加有一啲新的用嗰種算是精神的口號來講好，真係我感覺到傳統嘅東西有一啲新的意義啦，賦予它新的意義。冇錯。睇節目嘅最慢啦，因為其實馬算中生代了，行到更加嘛，佢是行業中生代了。對呢個傳統文化嘅延續有乜嘅期待嗎？人民嚟講嘅話，我哋都有啲上下都會走進校園啦，都好都我哋睇成國社會嘅教育，因為有咧課上在地文化嘅課程，
又有请来去送课啦，送约5万的课啦，因为高中伫约5万是佫特别的重视，请新币变加重油的，也无请先生来送课，无讲唔过去啦，所以就讲，安尼昆文传统文化都走进校园，就做伊咧传承，因为学生伊伫万世愈提供，油也个5万也个重视，伊水无油咧影响，大家愈讲伊出来，又嘛个含义。像安尼去学校做迄个，因为学生去顺电5万去计算啦，其实有咧个有趣的画面啊，然后大家都是小小的讲师，他家己伫也看无嘛个意思啊，就是文化传统文化第一万世走起来。然后同时看到迄个声音的地位，一台地位，我深受海的白银。谢谢。唔单止係我哋嘅客家話，無論我哋客家文化，其實都幾需要有人傳承下去，因為亦都代表我哋嘅客家文化喺每一個客家莊地位有無窮嘅角色。基本感謝我哋白燕來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好，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下喎，再聽我哋先生來，共下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